前负责人持边，前到即公，出到即公，负责人午安。负责人午安。各位先贤请坐下。各位，那真的是好，一个公同学，那公家人，那你公挺好，公会的点，可能我然后，负责人午安。毕竟那早点好，大家我都会了解，对啊，我当然会了解，你们都免讲，是。想到就是讲实话，做实事，变成个做卖啦吼，若卖啦，当去做善啦吼，你当去做善，免做较卖啦吼，做卖了咱就做较卖，你若钱遐许卖啦吼，钱遐了卖，卖啦吼，其实人生啦吼，做毛就是爱了食，有食就行啦，爱去行，你若不食咱就是有食。有钱，有钱你爱去趁钱，有趁钱就艰苦，就受劫，就受罚，人生就是这叫人生。但是因为若免食，若会当去前顶问题，迄叫做解脱，迄已经成佛甲成仙去啦。当然咱人每一个人嘛爱行这个路线，爱要行这个路线，但是伊偏偏就行伫轮回路线。轮回就是讲，咱人死去，爱去人，人死去是因为来做人的。有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这种在咧轮回的。这种在轮回，就是伊轮就是轮转，轮转。轮转，咱讲死无好爬呢，咱人死无好爬，什么人要死你甲我？大家爱死，但是死怕生命命，咱死怕轮回。轮去遇到去，轮就轮遇到去，为畜生道较对地，咱想要行迄个。轮遇到畜生道地道，你爱要查所在无？我报你一个所在，互恁想象，你想象无啦。即迄个碗，迄个包括的老板。包括老板你听啦吼，包括有一个我老，迄个永生把迄个浪头迄个小三帮迄个啦，北韩啦吼，包含着迄个我把迄小三帮迄，迄个囝伫我操你敢知影？迄死袂去，搏袂倒来，迄叫囝去啦吼。用刑法用什么18般的刑罚，甲你刑到你救命，你搁为了甲救，为了甲看无效，你若救甲救命，白汉的老板你甲救命，甲看下你会惊死。迄个环境啦吼，你绝对无互你讲错。迄个环境是足惨。咱今日去而且后去人也走伫迄落去，迄个地狱道、轮回道、畜生道，都比着迄个老板较惨。较惨咧，真正较惨。既然伊有今日因果去来讲起来，因果去讲起来吼，较惨咧。所以迄个轮回惨无？其实轮回是足惨的物件，嘛足痛苦的物件。所以咱今日去就是咧做，咱今日就是学。伊里面有正能量，迄个能量，咱的能量能救起来。我来讲一个数字啊，分类来讲，50万改，100%的能量叫做混乱，90%的能量叫做菩萨，80%的能量叫做密集混乱，70%的能量叫做阿罗汉，60%的能量叫做天神啊，天神啊。50%的能量叫做人啦，40%的能量叫做阿修罗啦，30%的能量叫做轮回道啦，叫做畜生道啦，而迄个20%能量叫做轮回道啦，10%的能量叫做迄个地狱道啦。安尼听啦吼，迄地狱道是剩10%的能量，90%的活，
参照你这个手机啊，你这个手机已经无好啦，你一直喂都喂无听，因为能量都无去啊。我这个手机啊，若要去充电，真开袂开，就是叫人讲会花钱，你听。啊，咱的能量就是因为咱拢接近，就是拢叫做顺能量，顺啊，咱一直咧放咱家己能量，咱拢为了家己增加咱家己能量，所以顺能量就是讲咱家己无形中一直存无好心，做无好事，啊讲无好话，安尼叫做顺能量。咱若当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啊做好事，那叫做积能量。但是咱大偏偏的无气白卖，迄个对咱就无帮助。讲无好的对咱无帮助，啊做无好事嘛对咱无帮助，啊做无好事嘛对咱无帮助。但是你偏偏就不遐，迄叫做人的思想，迄人的高情。但是迄个思想甲高情人转无起来，就是因为咱人愈行了就愈空虚，迄能量一定无就愈空虚嘛。哦，愈空虚，啊咱今日是安怎每一个月互咱来遮听一班？你无看恁来听一班呢？啊，你真真正有说陪听，啊是有说陪听，啊较讲迄嘛，较讲嘛就讲遐，啊无去讲啦，啊无去讲啦，啊讲互恁有智慧，啊讲互恁能量起来，啊讲互恁会当互你转识心智，啊讲互恁会当去邪中正啊，去痛苦快乐啊，讲嘛是讲这个啊，啊但是讲这，大家如果人能量有，甲你讲起来命运低啦。就是能量，一直听就无爱听，一直无好无人听，真正无好无人听。我来做就是简单的比喻啦。迄囡仔吼，见食推食咧啦，迄个什么条？迄个粉叶条是啥？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我咧食了，但我真是。你一日啊吼，珍珠奶茶一杯啦，540一杯。你这囡仔连一摆食一杯，满足用不了几天吼。咱听无？这杯白茶540的白茶，你甲安尼一个甲食一杯，甲食一个，你这个囡仔的身体是健康起来。但是囡仔食这杯珍珠奶茶，食有舒服无？食足舒服啊，因为摕钱去。摕钱咧就要舒服，拍开家己身体啊，啊，伊足欢喜啊。但是因为伊买迄金茶，伊互伊的身体健康以外，我讲的比如恁听有，咱拢爱去看法遐无少不钱，爱去看法对你的心情无帮助遐，爱去听你的心情无帮助遐，就参照食真正的茶是啥。咱一世人要咧伫咧庙咧空间，就是拢你惊唔着咯。方向就是讲，你的思想就是讲偏差，所以佛教来讲叫做闻思修正，闻就是爱听什么物件，爱听正义，爱听善意，爱听佛语，叫做思就是叫做内观，叫做观照，思就是讲你有能做对代志，正就是正道，佛教的闻思修正就是讲这物件，正道啊，但是咱一个月来这一届。你问看，而家坐1点钟，2点钟呢？其实无机会让我们坐到久。那当我们坐到久，对咱来讲起来，这条心是咱开发为了3工，为了开一把。我去听到一个讲，迄个叫做黄帝教，什么？天地教。啊，黄帝教。天地教。讲起来55工呢。比我55工呢，咱一步还袂叫阮呢，咱坐一日无人要来安尼。以前叫55工呢，因为迄个较早顾遗嘱，因爸爸倒去讲，即换当中伊要入去，迄个天地教内底，要伊入去就比我55工呢，人要叫50，你看咱差偌济。但是因为我紧，因为咱无这个关，啊嘛有必要去55工，去55工包括来下起来，所以咱今日爱知影，在这个所在，你入来就是对你的形象，对你的庙宇的转，换一个解说，就是你增你的能量。
我见吼，一直讲台湾的潜水孔，这潜水孔，剩3拍水去挑无？3拍了嘛挑，你大拢知影，3拍的水可以几工？无水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逐工因为迄个网络吼，有一个叫做水库的能量，台湾全省拢21海水孔吼，我逐个都了，我水就用不了，逐个你含我有关系无嘛？含你嘛有关系。但是，迄个水库的水若剩3拍尔，迄无去。咱今日人是70%拍的水，无水是袂活。但是我一定会讲这个物件，即摆警察到目前啊，你们知无？知。即摆警察到51拍，暂时我是51拍，我逐个你讲，即迄个到乌山水库63拍，3拍几，我逐个你讲。安尼就。但是我讲这是意思尔，我咧讲这就是讲你家己的成绩，光明出分下，安尼敢听？咱家己的心性的光明出去拍，你家己有法去着？咱的心性的光明，若一直咧无啊，咱咧想拢想歹，讲拢讲歹，做拢做歹，而你的心性活，一直咧行活，行到有一个火花，火花会行啦吼，火花你人生目标。所以命运对着开始改变，命运是对你的思想开始改变，对你的思想。对你的思想，所以逐组来讲，思量善思，即成善言；思量恶思，即成恶言。但是我请问讲，咱咧想拢想好诶想歹，咱咧想好诶想歹，但讲你继续都想歹，自私就想歹。你若即个公心就想好诶，若一个公心就想好，你若咧想歹，迄个自私心哪会听无？你若你上歹的时阵，迄个就叫做自私心，你会甲你察觉，迄叫做察觉心，你会察觉。你若要想歹的，你会讲我理所当然好，我今日王贵不准王贵，迄就是你自私心，你甲你想歹。你若一直咧感恩，你一直咧欢喜心，迄就是咧上好，迄叫做公心一个。所以面对这点，你察觉你心心，你甲你觉察到。一直公心的内底当中，你这个水库的能量一直起来，你这个水库一直起来，你这个智慧一直起来，你一直咧觉察到你家己更上的想法，更上的好满，你家己爱觉察到我的命运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，是安怎来会遮顺遂？我袂顺遂，迄唔是管他别人呢，迄管他你家己呢。今仔你唱了命运的语答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会比别人较歹命？你听出我意思？迄个为什么迄个因果啦？迄两句话重点是迄两句话，为什么？咱袂较好，我会怎办？我过去听一只飞车，咱讲意思啊？毋知愈不能愈食咱，愈不能愈食咱，你听无？本来叫好业，但变一个刷刷的时阵啊，不敢讲。迄就是讲，今日咱的命运，咱的命运就无遐物件。咱讲命运大运，较写袂好，过去老运写讲。你今日去，咱个就是面桶啊，咱大一个面桶啊，人大的一骹桶，但是咱这面桶啊，含咱一骹桶去个薪水，咱这面桶先甲济，迄骹桶先甲济。当然嘛，迄个先较济，但是咱这面桶因为身体有天公的嘛，无天书嘛，天公嘛，天公买啊嘛。咱的面桶两骹，一骹桶面桶嘛，摕去外口，天咧落雨。当然，我这面桶若变甜，变啊，就走水啊嘛，较早老有3款啊。我若趁2钱，几啊就知影咧，我还了。我若趁2钱，几啊就我还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服务你文化，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：趁钱有一熬，存钱那是西门头。有一句话无？趁钱有一熬啦，大家做好拼啦，但是为什么你办较歹？因为你都无福分嘛，你能量小下嘛，你今日毋知对咱家己自己去开发，拢一直咧怨叹，啥路边，对无？
所以最后希望讲咱今日透过这个思想的发挥，咱今日的时势思想，今日的时势就是恁上介重要的一个什么啊？的基础基条。咱的今日的时势思想原则，甲基条若无健全，你后日当然就无路。我甲你讲，前人拼钱，后边花行。我拄则讲，恁后边生到20几岁，哇，生的这查甫遮可爱，后尾来希望望子成龙，望母成龙，到尾来成一3年番，成一3年番，安尼因老母一生拢无去啊，挣钱你知影啦吼？拍手起来挣钱，因老爸老母嘛希望讲挣钱以后变一个成一个足优秀的，结果一个3年后。含伊要死，因老母爱偷偷摸摸去甲看因后生，嘛较有记者知影讲因后生问啊怎要唱啥，啊通知因老母，你来反囝，最后一面，因老母用米的去，迄个鬼准落写，今日安尼你表一世人，我表恁后生变成一个杀人魔，含恁见恁后生，你都唔敢去见，安尼你方向对唔对？所以今日真正的财产就是你把你的德行、把你的思想、把你的道德传到你的囝仔身上，这当是你上智慧。最后一个来报告，咱爱上，拜一到拜五，有一个叫做日照一照。好，这个一照，凡所有的咱爱上。